师傅，我会记你确实毋是这种人啊，哪会白白去渡一刀啊？我希望洪渡一刀会当救一个人。哼，像马小龙迄种人哦，伊根本就是社会的歹虫啦，甲伊我讲啥物道理？你唔对啊，愈是这种人，就爱愈甲伊讲道理，爱苛刻伊，互伊心服口服。我正式来甲你回失礼。提走！你回失的我接受，物件我买伫。你这种婆婆塌塌的小零款，哪有成咧甲人佚佗的啊？马小龙，我问你，你共偷摕5万块，按算要安怎解决啊？我会想办法总钱，还因2翁仔某啦。你实在有够害！秀秀迄个囡仔遐尔古锥，你个害到有够凄惨呢！妈，妈，秀秀，你哪过来啊？你莫3天2天就为遮来，牛阿公、牛阿妈因会受气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是阿妈叫我定定来看你的。阿妈讲你身体无好，阁无人照顾你。秀秀，你乃定定唔听妈的话。牛阿公、牛阿妈，因就是因为寂寞才领养你。你定定无伫个厝，因会无欢喜。我听牛阿妈讲，将来要好好甲你栽培，妈足欢喜的。伊后生查某囝拢伫个美国，若是你品性好、功课好，无得卡，因会甲你送去美国读册。咱的妈妈的苦心就无白费啊！我阿伯啊，秀秀回来啊，你把伊也看卖。母仔囝罕咧见面，互因好好讲一下。阿公，大看子，我要来走啊！哪会拄转来就要走啊？是毋是恁妈妈赶你转去？这个。香啊！我找高手下。你是谁啊？高手下兄哥，高调虎。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咱2个人哦，真正是掠龟走鳖，唔捌见过面啊！这话免怎讲咧？林小妹甲王明伫台北结婚的时阵吼，你伫布袋无来，后来吼，我陪王明等去布袋食花门酒。你又搁去行船啊？会记有一摆，你伫家人上花，到恁小妹遮来，拄啊好，我伫台湾电视公司录影，你看卖，迄足拄好的咧。是啊，工作的关系。落船啊？叶坤，听讲阮爸爸嘛住伫遮，我来看卖咧。我还未自我介绍啦，我姓李，小名叫做金旺啦。李大哥，互你麻烦啦。免客气啦，我去请郭阿伯出来吼。唔免请，我来啊。爸，
爸，爸，你咧受阿英的气哦？我伫咧受你的气哦。啊，你转来是要创啥？你目睭内敢有这个老爸？即摆你转来，是毋是无要搁走啊？随时拢要走。你还搁要走哦？除了做专员，我可会当做啥咧？好，你走，你走，你上好是永远莫转来啊！爸，你莫生气。哥，你敢一定搁要去上船？爸就需要你。爸伊毋是甲你过得真好，我知影伊甲阿英袂斗阵去。大嫂的代志，叫我安怎讲呢？哎呀，啊你若咧讲规半步吼，目标就是针对恁爸爸嘛。金毛啊，你唔通啥物代志拢使来我头壳顶啊！我家己报地有厝地，假使我袂当大，全省还阁有真侪养老院，遐吼一定会收留我。哼，我要我的囝创啥？哎呀，你若着遮尔啊激气啦，顾阿伯啊，你比我好太多啦。你有囝儿逝世，为你安尼冤来冤去，我到你这年岁哦，也无人为着我要来冤家咧。哼，我阁希望我会像你遐清心啦。哎，你唔对啦，因唔是无友好你老大人，只是因吼拢有家己的困难啦。李大哥，你电视公司毋是阁有代志？电视公司，对，我出来坐吼，我来办这代志，你咪等来。哥，爸，咱坐落来，冷静讲一下。哥，无得靠你误会连兄，毋是你的亲骨肉。其实大嫂甲我讲过，迄是你甲伊结婚之前所话囡仔。等你渡船转来，甲伊结婚，无几个月就生连兄啊。所以你误会伊反背你。其实，大嫂若毋是真正爱你，伊早就会用走啊，何必等到即马呢？哥，我认为你免阁找借口躲避现实啊！我转来就是要找阿英的。你转去报地下信？去过啊，阿英已经离开啊，阿哥在替咱顾厝。你知影大嫂伊走去倒位？来台北啊！台北遮尔大，是要去倒位找呢？我知影伊是倒位，伊有一个结拜小妹，叫做莉莉。莉莉也毋是一个好查某人啦，你嘛不应该食人教教啊！即马就已经册啊。好啦，我摕一寡钱互你，去买一架手环，献互你哩。然后缀我来车行去学修理车。安尼我遐细汉要安怎？谁若找你，你就照我的办法回答伊。你好好甲因口劝，假使伊若是搁执迷不悟，我袂来，你就将伊交我。马大哥啊，我想拢无呢。我是用刀拄你，你无怨恨也无报仇，搁颠倒论去吞声口劝我，这我对不起恁表嫂，我拢是因人婿，伊拢会当原谅我，别人会当安尼对待我，我是安怎袂当报答呢？阿亮，恁表兄已经死啊，假使你若肯好好做，那你欧明遐囡仔，毋是搁加一个人会当照顾？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莫阁讲啊，我会找阿英讲离婚的代志。哥，我无赞成你安尼做。啊，无你叫我安怎做咧？离婚对你甲大嫂拢无好处，对爸爸更加无好处。将来爸谁来照顾你？等我若甲阿英离婚，我搁来找一个对象啊。哥，你安尼做对莲兄伤过残忍嘛？囡仔是无辜的，何况你搁找对象嘛无遐尔简单。
爸遮尔济岁啊，袂用无人奉待啊。你著搁再替我辛苦1、2年啊！你应该了解爸即摆心情。伊老大人已经80通岁啊，妈走啊，惊驶车祸过身，后生是中官，你搁离婚，连新妇甲孙拢无啊！这是啥物假？这是啥物后半生啊？加在伊还阁有一个查某囝，也毋过我随时都会死。秋霞，你莫骗我啦！我即马拢靠钱听药啊，勉强过日子。真实嘞，我逐工盼望你转来，甲爸爸交互你。秋霞，你是得着什么病？癌，胃癌，已经半年外。啊，你遐囡仔嘞？伊拢送人啊！哥，为我囡仔的身上，互我受到足侪代志。因的新爸母拢甲囡仔当作是亲生的，迄拢毋是因生的，是安怎会有迄份爱心？若是你，你敢做会到？你是一个心肝善良的人，你应该做会到。哥，这是我临死之前最后的心愿。为着爸爸，为着咱顾家，我希望你莫扣分过去。只要大嫂会当好好过日子，就莫甲一个家拆散。我恐惊做袂到。哥，离婚了后，你有搁上船，放爸一个人，我会死了袂安心。秋霞，你莫吓惊我，你还阁遮尔少年，你袂死啦！哎，廖虎啊，咱出来行行，我想要甲你参详一下。爸，等下，哥，听我的口劝，找到大嫂，带爸爸甲丽英回去布袋，安安静静过日子。若是安尼，你遐外甥啊，将来还阁有一个所在通好去。秋霞，你亲目睭看到，像阿英迄种新妇，敢阁会当留？爸，你莫干那替家己甲后生设想，你嘛爱替新妇小想一下啊。伊还阁少年，翁婿规年拢无伫咧厝诶，伊足艰苦诶。伊毋是定定甲你讲，伊即马伫咧酒外馆，迄是查某人无法度忍受才讲会出嘴诶话。只要阿兄留伫咧厝内，一切拢会平安无代志。我唔相信安尼行会通。我啉来伊吼，已经啉足久啊。爸，原谅伊啦，莫阁提起过去的代志啊。哥，等顾家的祖厝3、4代啊，千万不用互伊伫你的手头荒废去。你是顾囝，这个家你唔但爱照顾好，也阁希望会当愈来愈好。我甲爸爸出去行行咧，等下代志若决定了后，我才甲你讲。婉婉，你想要困，哪袂去房间困？
妈，咱这间厝遮细呢，有够咱大。咱遮的电话是几号？电话顶悬有，你家己看。妈，我敢会当甲阮妈妈讲电话号码，还佫有阮阿姊、大箍阿姐，还佫有赵哥哥，还佫有倒的，还佫有几个较好的同学，还佫有……好，你卡啦，我来牛排馆看卖啊。妈，咱迄间牛排馆是安怎佫毋做生意咧？恁可阿姨负责装潢，啊，毋过伊慢吞吞，我来去催伊。妈，我会使带大箍阿姐去食牛排无？会用啊，会使带阮阿姊去无？会用的。会使带同学去无？你是创啥哈？请这请迄，咱这是做生意，毋是请人客哦。我遮尔细汉，我带同学去，一定会叫因付钱的。你莫甲我惹麻烦了啦。娃娃，假使恁大箍阿姐、甲你妈妈，啊，阁有恁这问你，咱为什么要搬厝？你要安怎讲呢？我就讲，迄个姓曾的爸爸，即届还出国真久，是妈妈讲，迄间厝伤大，伤浪费啊，换较细间咧，大厝会使踅出去，还阁会使趁钱。你是安怎想到的？我拢想袂到呢。你迄天啉烧酒醉咧骂曾的，我知影，咱迄间厝，互曾的偷偷啊卖掉啊。我惊你伤心，无问你。过十不惊，妈袂互你食苦的。你过厝吼，我来牛排馆看卖，顺续报户口。等你若搬过来住，我再甲你报户口。多谢。马宝聪，你以前干嘛开车弄死人？是啊，是毋是一个姓王的？对啊。伊叫做王明，因太太叫做郭秋霞，有5个囡仔。王妈妈，我总算找到弄死恁先生的凶手。马宝聪，你讲，你是安怎开车开遐尼紧，甲王家害甲遮尔凄惨，甲5个遐高罪囡仔拢送互人？我知影我唔对，敢若一句唔对就要准律煞？煞去，过去的代志，搁再追究嘛无路用啊。何况伊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也毋过伊即马还阁逍遥自在啊！无得靠，伊的良心真痛苦。袂用一道义上，伊一定要对恁尽一寡责任才对啊！表示敬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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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示敬意。一个人伫社会做代志，只求一个心安，就算是吃亏，嘛无要紧。对，心安。我只要求会当心安，不管什么责备拢无要紧。王太太，你安尼是？你毋是叫马宝聪，你叫赵心安、钱心安、孙心安、李心安。多谢你每个月寄予我5000块生活费，多谢你解救受伤，
王太太，迄是道义上我应该爱做的。为着这件代志，我一世人足遗憾的。我的婚事嘛耽误，我的女朋友嘛我放散，我一心一意伫暗中跟随你，保护你。我将我所赚的钱，1.5银，安尼慢慢甲捡起来，将来通互你的囡仔做学费。我真希望我会当做牛做马，来保障你。我唔对啊！我小狗狗，我小狗狗，我不应该安尼责怪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最近这台车哪定定出毛病哈？应该是我的保养技术上歹啊。妈咪啊，电话。喂，是，哦，你是婉婉哦，也未下课啦。好，我记起来吼。你讲。好，伊转来，我叫伊打电话给你。哦，再见哦。谁的电话啊？是婉婉，讲因兜电话换号码啊，爱我甲秀秀讲。哦，这个鬼灵精。讲真实的，王太太迄几个囡仔吼，拢足捌代志的呢。阿公、阿嬷，哦，期中考考完啊？考了袂歹吼。马马虎虎啦。秀秀啊，婉婉因兜的电话号码换，我写伫日记顶头，你等下打电话给伊。多谢阿嬷。弟弟，你甲秀秀讲啦。你讲的较好啦，将来是你带伊去佚佗啊。哎，若是唔答应咧？囡仔人哪有无爱佚佗的，尤其是去美国啊。那呢，我来去甲伊讲。秀秀啊，阿嬷，我衫拄换好，我马上去洗米煮饭。唔免啦，恁阿公公要带咱出去踅踅，顺便食饭。阿嬷，我煮饭真紧啦。阿公阿嬷都是无希望你伤过忝，你今仔日拄考完，应该出去轻松一下。秀秀啊，阿嬷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，来坐落来。秀秀啊，你即马是娘家的囡仔，我当然爱甲这件代志写批互阮囝知影。阮囝来批啊，伊足欢喜的呢。伊讲秀秀既然即马有阿公阿嬷，当然应该认爸爸妈妈。所以吼，我跟甲你阿公参详过啊，准备休寒，带你去美国耍耍的，顺便见你爸爸妈妈。也阁有哦，将来无得空，你嘛通去美国读册。阿嬷，我不爱去。为什么？阿公阿嬷收养我，就是因为恁伤寂寞啊。假使我搁离开，你毋是搁共款会寂寞？为着你的前途，阮不用遐尔自私啊。阿嬷，我若是去，我毋是变了搁较自私啊。弟弟啊，你看这囡仔玩了捌代志，伊搁替咱设想呢。
这种的囡仔一个都有够啊！那安尼你较早替咱办出国的手续。好，明仔载我就去办。哎呦，我若出国，谁来照顾弟弟妹妹？阮是无爸爸妈妈的囡仔，阮一定爱互相照顾。尤其我是大姊，袂用提示这份义务甲责任。秀秀啊，阿公，秀秀啊，你甲阿公阿嬷出来外口食饭呀？嗯，阿公，你哪一个人？妈无陪你哦。哈，恁阿姑转来啊啦。真是啦。系啊，郭先生，你好。刘先生、刘太太，恁好。这样拄好啊，咱做伙坐啊。哦，阮囝转来啊，入面甲参详一寡代志啊。哦，妈咪啊，咱来坐一边。哎好。阿公，阿姑咧？吼，伊即久无转来台北啊，可能哦是去敲电话互因朋友啦。阿公，我来让阿公迄边哦。好。阿公、阿嬷，食饭了哦，我想要跟阿姑、阿公去看阮妈。好啊。好啊，你去啊。秀秀，我看你的阿公阿嬷对你真好啊。因甲我讲哦，要我带你去美国佚佗呢。阿公，你莫阁讲啊，拢怪阿姑。怪我？你若是较早转来，阮妈一定袂甲我送互人啊。秀秀，秀秀，你即摆生活拢袂歹，是安怎阁要怨叹呢？你知影，你安尼怨叹阿姑，我的心内有偌尔艰苦。妈，你转去，我甲你阿姑还有代志要讲。妈再见。阿公、阿姑，再见。你心肝哪只凶啊？甲囡仔赶走。爸，互伊怨恨我，伊才会甲心放伫娘家。你拢有理由啦。哥，大嫂的代志，你安怎决定？我等者就来找伊，考考伊甲我转去。托地公，我是老佩佩，我逐工放学转来，拢有来拜拜，请你保庇阮妈妈身体健康。这边的新爸爸、新妈妈嘛真好。请保庇因身体健康。老本文呐，陪陪还袂回来啊？也袂啦。奇怪咧，学校放学遐尼久啊，伊会走去倒？
哎呦，你放心，皮皮真巧，袂放弃啦。我是顶解互马小龙吼骗到惊着啊啦。嘿，迄拢是哦，你家己无小心啦，要搁怪啥人啊？哦，就一摆唔对尔，你是要念偌久啊？哎呦，我是提醒你啦，以后哦，唔好安尼做啊啦。即马哦，皮皮是咱的心肝宝贝。我知影啦，这就爱你讲。爸爸妈妈，我等来啊。皮皮乖。哦。哦，乖。哎，皮皮啊，来，东东小配互你啊。多谢妈妈。王佩佩，哎呀，是妈妈看到姓王，伊一定会无欢喜。佩佩，你即摆是毋是搁介意看红仔猪？哈哈，你运气足歹的。我买一本机器猫小叮当的红仔猪，想要寄互你。可惜伫上课的时阵，我有偷看，就互老师摕走啊。伊讲红仔猪看伤济会近视。佩佩，我甲你警告哦，唔通搁看红仔猪啊哦。爱加食寡红菜头、토마토、白菜、番薯、葱头、马桶、屎。臭查甫，歹查甫。佩佩若收到我的批，一定会骂我的。希望伊愈生气，愈骂我，伊才会记得，还阁有我这个哥哥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门无锁，请入来啦。阿哥，哎，彬彬啊，哦，乖哦。哥阿伯你好，哎，恁什么时阵来台北的啊？我是昨来的。哦，一定是彬彬无乖，才会要找妈妈对吧？妈妈，便便你想妈妈先。就是我。阮爸伊伫台北成立总公司，互范员来负责。叶太太，请坐。彬彬乖，阿公带你去外口佚佗。彬彬一直差要来看你，不甲范员吼，拢有一点仔记载袂掉。我接到电报，本来要去的，弯弯迄边临时又搁出代志，佮加上我的爸妈行起来。所以，阮昨搬来台北，今仔日就来看你啊。董事长嘛来啊？无啦，伊甲阮大家搁留咧台南，今仔日因可能会起来。彬彬啊，袂用个遮大力啦，安尼叫阿公会听呢。猫咪啊，有喙鬚，阿公嘛有喙鬚，对啦。妈妈伊无喙鬚，恁妈妈是查某的啊？爸爸是查甫无喙鬚。
爸爸也少年啦，老啊吼都有喙鬚啊啦。后的无喙鬚，为什么啊？像是黑的啊？哦，黑的哦，是阮兜的管家，已经有岁啊，啊，毋过无留喙鬚啦。高囡仔，你这细汉就会晓搭喙果啊的哦，甲你妈妈细汉时同款。有一届吼，我问品仔，伊就甲我问讲，这品仔是安怎会响啊？我就甲讲，这品仔吼是用竹仔做的啦，有空所以会响。你妈妈就甲我问讲，啊草梨啊嘛是竹仔做的，嘛有空啊，安怎会袂响啊？我就甲讲，这个草梨啊是圆的，吼圆的袂响。你妈妈就甲我问讲，啊螺嘛是圆的啊，伊哪会响啊？我就甲伊讲吼，这螺吼是用铜做的，所以会响。你妈妈变到真紧的，伊马上甲我问讲，迄个香炉嘛是铜做，是安怎袂响啊？阿灿啊，你听看卖，这个囡仔哦，是毋是足讨厌的哈？想袂到吼，时间过得真紧，10几年一个就过啊。即马吼，轮到你来问我这下的话啊。叶太太，我来台北，住伫个倒位啊？到底阳明山，公司咧台北，离遮无偌远。王太太，你要去看卖无？我去敢方便？当然方便啊！以后若有代志，直接去公司找饭馆就用啊。比到阳明山厝内，搁较方便啊。我去另一个所在嘛好。几楼啊18楼。这是遐尔悬哦。乱讲，9楼啦。你是安怎？阿桑，我有胃疼，药啊袂给你擦。后个，你开车去王太太因兜，把药仔摕来。咱先来楼顶休困啊。阿嫂，我要去买药仔给妈妈吃。阿桑，你带冰冰去买一点物件吃。可能是这罐啦。好好好，等下啊，这吼，请你交我查某囝。好啦，再见啊。听讲阿伯甲阿姆拢来啊，我来甲恁看卖一下。不敢当。王太太，你的气色无啥好呢。王太太有淡薄仔无爽快，我已经叫后个转去因兜摕药啊。敢爱去病院看一下啊？唔免啊，我这是老镜头。爸妈，王太太，你也来啊？欢迎。叶太太带冰冰去看我才知影恁伫台北成立总公司。除了刊报纸，甲阮的电话刊出来，互伊早捌合作的厂商方便联络以外，并无举办任何的仪式。范员吼，伊是一个重视实际的人啦，袂伤注意形式啦。哦，安尼就好呀。冰冰将来会当甲因爸爸学，绝对袂顶大的。那呢，就辛苦恁啦。玉玲，冰冰嘞？阿桑啊，你哪甲冰冰买遮侪有诶无诶物件？囡仔哦，就爱走来走去啊，无互伊物件食哦，第一落咧乱走，我哪会掠伊会调啦？你是安怎要互伊去落去乱走？你可是讲伊遮尔啊听话哦？嘿嘿，你毋是一套用拍的办法？拄我来的时阵会用哩，即马若甲拍哦，伊会投哦。冰冰啊，你嘛会晓走去投哦？你会药啊？多谢。
落来。妈妈，食糖啊，巴肚都袂跳哦。冰冰乖，你吃，妈看到冰冰，巴肚都袂疼。总经理，顾老先生讲，甲王的电话交王太太。哦，玉玲啊，你甲这个电话交给王太太。哦，弯弯的电话，奇怪，弯弯哪有搁改电话号码？你敲过去问看卖啊？妈妈，我打电话给二姐。冰冰会晓敲电话先。冰冰吼，伫咧台南就常常敲电话去工厂，互因阿公。冰冰哦，有当时啊打电话给我吼，都敲半点钟呢。我叫伊挂电话，也阁无欢喜哦。冰冰，以后爱乖哦，爱听阿妈的话哦。阿妈，我以后会听你的话。冰冰就乖哦。玉玲，请王太太去贵宾室敲电话，迄边无人，较安静，讲话嘛较方便。好，王太太，接请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电话伫遐。喂，婉婉，喂，妈妈，阮搬厝啊呢，离你住的所在无偌远，啥怎要搬厝？因为我想要离你较近的嘛。哦，啊，你是妈妈咧？牛排馆开幕啊，伊去顾店，是妈妈讲，伊为着我爱拼命趁钱。对你遐尼好哦？是妈妈对我遮好诶，生理若无用煞，真早就会转来陪我做功课。你困之前，佫会讲故事互我听。安尼妈就放心啊。妈，我请你去食牛排好无？只要你过了好，妈无想要食牛排。我即妈妈无伫咧厝诶。你伫咧倒位？冰冰甲伊爸爸妈妈搬来台北啊，我来甲看。啊，足赞呢！我会使去找冰冰耍无？当然会用呀。妈，有人试电铃啊，我去开门哦。好，妈会找时间去看你。好，妈再见。冰冰足幸福的，婉婉嘛足幸福的。秀秀的误会，嘛已经解释清楚啊。唔知影东东最近安怎？喂，喂，你是平太太先？是啊，你是啥啊？哦，东东的妈妈哦，哎，你伫咧倒位啊？伫台北哦。啊，东东真好，真乖，佮真用功。好，我该讲电话啦。哎，你稍等一下啊，阮先生要甲你讲话啦。喂，哦，王太太少，你好，你好，是啊，东东哦，放记一个小过啦，我已经甲骂过啊，伊有变较乖啦。是啊，王太太，你讲得真对，囡仔吼都爱管家才会用的啦。是，无啦，你伤客气啊。王太太啊，我想要麻烦你一件代志。最近啊，素清啊，拢无写批，我想要麻烦你找一个条面，叫素清写一张批，好无？是啊，多谢。你放心啦，
东东袂变歹啦。哎，好好，再见，再见啦。再见。唔知影佩佩有好无？王太太，你放心啦。错，囡仔人吼需要人管，也毋过吼，阮培培吼毋免人管呢。伊去读册也袂倒转来啦。王太太，有闲来佚佗哈。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我的身体状况。阿公阿妈再见。再见哦。乖乖哦。咪咪，你咧找啥？我来找妈妈。妈妈送阿公阿妈出去啊？不是迄个妈妈。哦，恁妈妈伫咧隔壁贵宾室，打电话给恁阿姊。